好。大人好像一只翻了肚皮的老乌龟啊！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看看你们的动作、姿势，像睡了多少女人似的。要打起精神来，不想练就给我滚！我邵雍的侍卫营可不欢迎懦夫。大王，臣习惯了，一时激动，忘了大王的存在，请恕罪。邵雍大人，你这就见外了啊！对属下严格一点是对的，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保护寡人嘛，对不对？邵雍大人，你真是寡人的保护伞，有了你啊，我这心里真是满满的都是安全感，我真的。大王，你饶了臣吧，臣真的不好南风。我知道你不好，可是我好啊。要不然啊，没力气打仗，知道了吗？诺。怎么回事？慌里慌张的。将军，救我！我不能将大王对我图谋不轨的事情大肆宣扬。若是大王恼羞成怒，便是清白了，我连命都保不住了。将军，在下想高假几天，回家看看。怎么？家里出事了？没，就是前几天我母亲寄了封家书给我，说是给我找了个媳妇，我就回家看看，顺便成个亲什么的。将军您看，好事啊，去吧。谢谢将军。大王今儿起得挺早啊。早睡早起才能身体好嘛。去，给我拿一套灵活的衣服，快。诺。参见大王。邵雍呢？哎，那个邵雍大人呢？他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回大王，邵雍大人他怎么了？他跟将军告了年假，说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媳妇，他要回家跟那个姑娘成亲。大王，您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即使他成了亲，他依然是您的侍卫，所以说他还是您的人，您就饶了小的吧。你说他成亲？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不是，他怎么会成亲呢？不是，大王，邵雍大人他成亲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别这样，大王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你先下去，你走啊，你走！我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虽说我喜欢美男子，但是绝对不会给人做妾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就算我成了大王，为什么还是没有机会接近邵雍大人？会去哪儿呢？御花园不对，御花园我看过了。那大王去哪儿了？我说申大人，能不能别再转了？
转得我头都晕了。哎呀，大王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我怕大王出事。你别太担心了，他那么大一个人，还能在宫里丢了不成？我看啊，他就是想静一静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可能，你是白日里没有看到大王那个眼神，写满了绝望。我就怕大王万一想不开，他会做出些傻事来。那你不早说，还在这走来走去的，有用吗？还不赶紧去找？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！我一个人我也……对，我可以找人。这个臭丫头，别是受了什么刺激想不开了，真是要出事我就惨了，肉体也没了，我还一辈子都是个倒霉的小宫女，我才不要呢！我得想办法。大王，山甲，大王回来了！啊，大王回来了！哎，大王，您怎么了？大王，您没事吧？大王，你再啰嗦，你们家大王就真挂了，还不赶紧找御医？快！啊，对，找御医。看什么看？不知道把大王抬到榻上。诺，净会折腾人。等你好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娘娘，夜深了，您该歇息了。秋水，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是不是大王那边出了什么意外啊？娘娘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，有那么多人侍奉着，大王不会有事的。启禀太后，听说大王晕倒了。什么？大王晕倒了？喂，你干嘛？小丫头，你干嘛？啊，这个巫医是在施法呢，你不懂就一边待着。原来之前巫医就是这么给我看病的呀，真恶心！难怪我以前总觉得身上又黏又臭的。太后驾到！都起来吧。太后，你怎么照顾大王的？太后息怒，是大王说要一个人静静，不让奴才们跟着，这才……蠢货！你这么听大王的话，你怎么现在不去替他受苦啊？奴才知错了。大王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太后放心，大王只是暂时的寒邪侵体，休息几日就无碍了。你确定大王并无大碍？臣用项上人头作保，大王并无大碍。下去吧。诺。奴婢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你是从哪个宫里调来的？哀家看着你觉得眼生。奴婢是大王从露台亲自挑选出来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可要好生伺候大王，不要让大王失望。那是自然。太后，据奴婢所知，大王近日一直有意回避你。方才巫医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大王并无大碍。若是他醒来看到你，奴婢觉得他不会开心的。所以奴婢斗胆，为了大王的身体，请太后离开隆德殿。你大胆！请太后务必为了大王的身体着想。好吧，那哀家就先回去，你在这好生伺候着。
若是大王有个好歹，哀家一定拿你试问。我说，你可一定要撑过来。夜晚凉了，您怎么也不加件衣裳？您都在这抚了一夜的琴了，手指都出血了，停下来歇歇吧，不然大王看到会心疼的。哀家没事，大王怎么样了？隆德殿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哀家记得小的时候，大王哭闹、害怕、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听哀家弹琴了。希望这琴声能够驱走不祥，让大王赶快好起来。到底哪个才是你的真面目啊？为什么有时候感觉你讨厌我，但又对我那么好？可有时感觉你在乎我，但又对我那么狠。大王，您快劝劝娘娘吧，她都在这儿抚了一夜的琴了。王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些了吗？申甲呢？申甲怎么没来呢？您身体才不好，您需要多加休息。好吧，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关心哀家的。马儿，马儿，你别走！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我现在就把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。王子殿下好可怜啊，小小年纪就没了父亲，娘娘又是这么柔弱，怎么护得住他？我看这天啊，马上就要变了。我想也是，也不知道咱们这样伺候过先王的人会有什么下场。如果你还在背后嚼主子的舌根，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的下场了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马儿，这个字刻错了，重新刻。参见太后，参见大王。秋水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娘娘，王爷他太过分了。先王薨逝这才几天，他竟四处联络朝中大臣，意欲造反，自立为王。曼儿，别怕，他们说的这些啊，都是谣言，有母后在呢。这样，你在这好好练习，母后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嗯。秋水，给哀家更衣。诺。娘娘，您的样子跟当年简直一模一样。是吗？
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秋水，你帮哀家梳个流云髻吧，就像哀家刚进宫时那样，简单、纯粹。诺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叫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我记得当年你最喜欢看我穿这身衣服跳翩翩舞了。怎么，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？我知道，当初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他是大王，一言九鼎。我要是反抗的话，别说是我的父兄家人，就算是你，也要受到牵连。我不希望我看到我爱的人受到折磨，你能明白吗？过去的事还替他做甚？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你我二人的情分还在。我今天叫你来，一是想和你饮酒叙旧，二是不瞒你说，我的确遇到了困难。我希望你能看在我们二人旧情的份上，帮我一把。也许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恰恰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。说来听听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倒是怀念起当年那只惊艳四座的翩翩了。如何？可有当年的感觉？王帝呀，王帝，不知你看到昔日捧在手心里的女人，如今对我投怀送抱，是何感想？说吧，你找本王做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不甘屈于人下，所以最近你四处在笼络大臣，想取满儿而代之。你这个王位得的名不正言不顺，以后必定有人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来讨伐你。如果你肯辅佐满儿，让满儿封你王夫座，你这样的位置，不比造反得来的王位更加名正言顺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暂且把王位寄放在那个毛头小子身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王帝曾经的东西，我都要亲自过问，首当其冲就是你，我亲爱的弟媳。那这么说，就是答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放我下来！你们下去吧。诺。王爷，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？高兴，就是高兴！哈哈哈哈哈！秋水，你去看一下小厨房里还有些什么东西，让御厨做一些小菜来。诺。哦，对了，把哀家私藏的酒也搬一壶过来。
嗯。王爷，坐吧。坐。哎呀，还是你这里让我更悠闲呐。王爷政务繁忙，累了就歇一歇。今后我跟满儿还要倚仗你呢。娘娘、王爷，酒菜备好了。秋水，你下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这第一杯酒，算是对您庇护哀家母子的感激。嗨，好。王爷，这第二杯酒，哀家代表全天下的百姓，对您的勤政爱民表示感谢。好，这话本王爱听。好。好酒啊！来，这第本王三杯，自己来。王爷，王爷，前些日子满儿说，在朝堂上有人对他出言不逊，他想惩治一下，但是满儿说，又怕伤了王爷的人，所以哀家想问一下王爷，这朝堂之上，到底谁是可以信任的？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，知道给本王留面子，那我就给他指点一二。陈大人、楚大人、赵大人，还有史将军，这些人可以相信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哀家命令你必须要找到。这药引是大王的至亲，娘娘您的血。喂，晃一天你不累啊？不累啊。所以你这是在干嘛？运动排行榜啊，你一天走了多少步，它都有记录的。那你出去运动啊？外面太阳那么大，我干嘛出去啊？行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我人虽然在这儿，但我的步伐已经在外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才跳了3圈你就上来啊，乖！你把手机绑在狗身上，你不怕？来，我才。你又说什么来着？活该。还好，那是你手机。